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时间咧过真紧，100年又过到年尾。最近真侪公司请员工食尾牙。古早就一句话讲，食尾牙面悠悠，啊若食头牙翘脚练喙手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对食头路的员工来讲，食尾牙时，互公司抬头视头路，转去食家己的几率会较悬。一个笔记发现讲，食头牙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，充满希望，心情自然就轻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忧，忧愁的忧，读悠悠第一条。忧就是形容一个人看起来敢若有烦恼、无快乐。咱讲面悠悠，也佫有忧面、忧头、忧面。若是烦恼，咱讲是担忧。另外一个较特别的词，古早讲人带下，讲是定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面忧面结，这是形容一个人面啊看起来真忧闷、真忧愁，也会讲是忧结结、忧短短。敢若是咧足烦恼啥物代志的款。第二个词读做忧头甲面，嘛是同款意思。某人讲是忧头苦面，面忧面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掠准讲伊的钱包啊拍家了，开始面忧面结，一直到暗时才发现讲伊的钱包啊根本就无早出门，放伫厝内拖底，家己看到嘛爱笑，总算会当放心吗？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